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入到最后的高潮，贺锦丽接受到民主党的提名，正式将做总统候选人。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的最后一天，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贺锦丽，伫全场的扑克声中上尾啊登场。To our President Joe Biden. When I think about the path that we have traveled together, Joe, I am filled with gratitude. 贺锦丽头起先先对现任的总统拜登致敬，然后宣告正式接受提名。 I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这天嘛，正多好是贺锦丽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，伊嘛感谢伫大凯红婿。 And happy anniversary, Dougie. 大凯除了贺锦丽的亲人，副总统的候选人花枝嘛和伊的囝儿做伙出现。 伫贺锦丽出场之前，其他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小连续出来讲话，其中资深的联邦参议员华伦一出现，全场拢徛起来甲拍扑啊，互伊伫台顶感动甲目眶红。伫巴黎奥运摕金牌的 NBA 球星 Curry 嘛带上录影片，专程甲贺锦丽相听。That unity on and off the court reminded us all that together we can do all things and continue to inspire the world. That's why I believe that Kamala, as president, could bring that unity back. 出名的流行乐团红粉家人嘛伫台顶唱一条《稳重的如何》。伊可是老组合唱团嘛演唱美国的国歌，将现场气氛扭到上悬。 延续过去3天的当中，全代会的最后一天，犹原有未招名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